亞士匹靈 E-Cancer 平又靚。HPV 係子宮頸癌嘅主要成因。好在除咗抹片檢查，依家仲有埋 HPV 預防疫苗。醫學界一直好努力，希望揾出醫治同埋預防癌症嘅方法，但原來靈丹妙藥一早就喺度。英國牛津大學追蹤20萬個長期服用亞士匹靈嘅病人，發現服藥3年嘅患癌機會比普通人少1/4，5年後死於癌症嘅風險亦都銳減3成7。而有大量病例顯示，每日食亞士匹靈嘅話，平均6年半就可以降低患肺癌、結腸癌等腺癌嘅風險，達到4成6。負責研究嘅科學家話，亞士匹靈嘅防癌效果好顯著，淨係對5個癌病人做緊臨床測試，相信就可以大大減低癌細胞擴散嘅機會。亞士匹靈可以降低血小板嘅凝血功能，而專家就認為血小板會協助癌細胞嘅形成同擴散，所以先至咁 work。而亞士匹靈本來係止痛藥，亦可以預防心血管病，一粒只係賣大約1毫子港紙，點知就犀利到可以防癌，梗係令人鼓舞啦。但係由於亞士匹靈亦都可以引致胃潰瘍、內出血等嘅副作用，未諮詢過醫生意見之前，千祈咪亂食啊！